各位老師，大家好！我今日喺度係同大家介紹一下下一個年度嘅高中生藝術新體驗嘅粵劇嘅部分。咁我哋嚟緊一年咧會做一套《雙珠鳳》嘅粵劇。咁呢一套戲咧，喺1957年麗聲劇團由呢個麥炳榮先生啦、吳君麗女士啦、歐陽劍先生啦、鳳凰女女士啦幾位前輩開山演出嘅，即係首演嘅。大家都知道咧，唐滌生先生咧有好多套名劇，都係比較悲情一啲咧，可以咁講。咁呢套咧係比較開心啲嘅。咁同時咧，我就幾喜歡佢其中有一場戲咧，講緊有啲文學修養嘅嘢咧。咁啊，其中一對對聯咧，就某一個翰林公就寫俾佢嘅乾爹。嗰對對聯咧就係咁樣寫嘅：臣必報君恩，只當成父業。咁嗰個主角咧，作為一個書童嘅身份，佢係假扮一個書童去認識嗰個千金小姐嘅，就指正咗話呢對對聯係錯嘅，應該掉翻轉至啱。君恩臣必報，父業只當成，子先父後欠公平。佢話臣在君前逆天命。咁應該係君臣父子。咁我呢段戲我自己就頗喜歡嘅。我叫做貴嚇！哎呀，我叫做貴枝啊！原來夫人雅號貴枝，怪不得怎般襟前，仲有一種桂枝香，桂枝香啊！名喚你啊，貴枝，巴身世塵名一單，身將在我城啊，家住陵由你23歲加入南關。其實《雙珠鳳》呢一套粵劇呢，唔係我哋廣東大戲獨有嘅，喺其他嘅戲曲劇種，潮州戲都有。粵劇係越超越嗰個粵啊，都有嘅。咁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戲。咁希望咧嚟緊呢一年呢一個戲咧，會帶俾大家帶俾各位同學開開心心嘅一個下午。我哋喺演前咧會有一個粵劇嘅示範工作坊，會入去你哋學校啦，介紹一下粵劇一啲嘅元素啦，唱念做打啦、裝扮啦、穿戴啦等等。咁啊，希望提起各位同學去入戲院睇戲嘅時候咧，個興趣更加大。咁啊，希望大家都支持呢一個計劃。多謝。